歡迎收聽法律攻防 podcast， 我係你哋嘅節目主持人 Anson。今日咧係我哋 podcast 系列嘅第16集啦。咁我哋個標題咧就係叫做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與生產力，副標題咧就係生產力的怪獸系列第一集。咁可能咧就首先解釋一下呢個生產力的怪獸系列係咩回事啦。咁咧我就好耐都冇錄 podcast 啦，咁然後睇翻我哋之前嘅數據咧，就發現咧喺我過去嘅一啲 podcast 嘅集數裏邊咧，係講一啲生產力嘅主題咧，其實觀眾都有唔少嘅興趣嘅。咁我哋之前就講過東大特訓班與5個學習法啦。咁除咗講一啲法學嘅學術討論之外咧，我亦都想喺呢個節目咧去討論一啲關於生產力嘅嘢啦。咁其實咩係生產力咧？咁呢個咧其實係一個上網咧都好多人去討論嘅一個字嚟嘅。咁英文咧就係 productivity 啦。咁我個人嘅理解咧，其實 productivity 呢樣嘢咧就係要去用一啲外在嘅方法、道具或者一啲內在嘅思維系統等等咧，係去令到自己做事嘅效率增加，喺一個感覺良好嘅情況底下咧，去達到自己嘅目標嘅。咁我亦都會視呢一集咧，就係我哋法律攻防 podcast 嘅第2季啦，Season 2因為都隔咗一段時間去冇錄呢個 podcast。咁喺呢段時間裏邊咧，其實我都睇咗唔少嘅書本啦，沉澱咗一啲嘅唔成熟嘅諗法，都希望可以借呢個渠道同大家分享嘅。咁咧就翻去今日我哋嘅呢一個主題啦，生產力的怪獸系列嘅序章。咁我哋就以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呢一本由村上春樹一位日本嘅作家寫嘅一本書咧，去作為引入，去開展我哋去探討呢個生產力呢個主題嘅一個旅程啦。咁其實嚟緊後邊幾集咧要講啲咩咧，我都未諗好嘅。咁就睇下靈機一現有啲咩嘅靈感有啲咩嘅諗法咧，同埋睇咗啲咩嘅動漫作品同埋書本咧，咁就後邊再慢慢諗啦。同埋亦都借呢個機會咧，宣傳一下一個我自己開咗嘅 Facebook page 啦，就係叫做 Anson Lam 生產力的隨筆。咁上邊咧就會記錄咗一啲我平時嘅 train of thoughts 啦，一啲嘅諗法咧，我都會寫上去。咁咧，你哋都會見到咧呢一啲嘅諗法咧累積起嚟咧，我就會用佢嚟組織做呢一個 podcast 節目嘅。咁如果你想事先劇透自己咧，亦都可以去睇下呢個 Facebook page。最緊要就係 like、comment and share。咁就翻嚟我哋今日嘅主打題目：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與生產力。咁或者我哋開始呢個內容之前呢，我哋可以略略咁樣講下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呢個係一個點樣嘅小說作品呢？咁首先呢，佢嗰個書名呢，喺日文嚟讀呢，其實就係叫做世界の終わりとハッドボイルドワンダーランド。咁係咩意思呢？咁首先呢，呢一個書名呢，就分咗前半同埋後半啦。雖然呢，就呢一個中文嘅翻譯呢，通常都會將呢個書名譯做世界末日啦。咁但係其實呢，如果你用日文去睇呢個書名呢，世界の終わり呢個呢，其實就唔一定係世界末日咁樣嘅意思嘅。咁呢，其實世界の終わり呢，其實亦都可以翻譯做世界嘅盡頭。咁呢，亦都會喺故事裏邊呢，就會去睇到點解翻譯做世界末日係唔啱呢？咁然後咧，另一部分咧就係叫做ハッドボイルドワンダーランド。咁咧中文亦都係翻譯做冷酷異境啦。咁其實咧我亦都覺得呢一個翻譯咧係唔係好準確嘅。點解咧？因為其實咧如果係日文去睇呢個書名嘅後半部分咧，其實ハッドボイルドワンダーランド咧，其實就係2個英文字嚟嘅。第一個就係 hard boiled 啦，咁然後第二部分咧就係 Wonderland。咁 hard boiled 係點解咧？其實就係一種西方好常見嘅一種嘅小說嘅類型啦，就係講一啲好硬派嘅偵探咧去解謎嘅一種嘅內容嘅一種嘅類別啦。咁然後 Wonderland 咧，其實就係好似愛麗絲夢遊仙境咁樣啦。就係一個 Wonderland 啦，咁所以咧，亦都會有中文嘅翻譯咧，就去翻譯做
冷酷仙境嘅。咁咧，所以咧我就認為咧係可以直接用去日文去理解呢一個書名，因為呢個始終其實係一個日文嘅作品啦。咁然後咧好多嘅內容咧都會 lost in translation， 即係因為呢一個翻譯嘅過程咧而失去咗佢原有嘅意思嘅。其中一個例子咧就其實就係喺書名嘅本身咧，村上春樹先生嘅呢一個書名已經係用咗一啲嘅巧妙嘅日文嘅語言咧，係去講到呢一個古仔係咩意思嘅。其中一個特色咧就係佢前半 Sekai no Owari 咧，其實就係一啲漢字嚟嘅。咁如果用中文睇就係世界嘅終結啦。咁然後咧後半咧 Hardboiled Wonderland 咧就係一個用片假嘅一個嘅書名嚟嘅。咁然後片假咧之餘咧，佢亦都係一個外語嘅字啦，就正如啱啱解釋咧，就係一個英文嘅兩個字嚟嘅。咁其實呢一個標題咧，就正正係別有匠心咁樣咧，去點出咗呢一本書嘅成本書嘅嗰個古仔嘅內容。如果大家打開《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嘅嗰個目錄咧，咁就會見到咧，佢嘅每一個章節咧，都係分別以世界末日同埋冷酷異境係去講佢嘅故事嘅。咁首先第一個章節咧就係冷酷異境去行先啦，跟住再下一個章節咧就會係世界末日嘅故事。咁喺一個文學嘅分析上咧，其實呢個係用咗一個雙線描寫嘅手法啦，就係講緊兩個開引號我閂引號喺世界末日同埋冷酷異境嘅故事嘅。例如佢頭兩個章節咧就係叫做冷酷異境電梯無聲肥胖，咁然後第二個章節嘅名咧就係叫做世界末日金色的獸。咁相信如果有睇過呢本小說嘅聽眾咧，其實一聽到電梯無聲肥胖就會即刻諗起呢一個小說嘅開頭咧，佢呢一個標誌性嘅渲染氣氛嘅。咁咧其實就講咧，其實男主角咧我咧就係一個喺呢一個小說裏邊嘅一種叫做計算士嘅一個職業嘅人啦，可以理解做嗰個世界嘅專業人士咧。咁然後咧呢一個計算士咧就為咗去做某一個嘅委託嘅工作咧，咁就去進入咗一部電梯裏邊。咁然後咧個電梯咧係完全冇任何聲音，咁咧非常之冷清嘅。咁喺 lift 度出咗嚟之後咧，就見到陪佢去冒險嘅女主角，而係一個肥胖嘅人啦。其實村上春樹咧就係一開頭咧就已經用無聲冇聲音嘅呢一個嘅意象咧，去烘托咗冷酷異境呢一條故事線嘅主題咧，其實就係如字面嘅意思上邊咧，就係非常之 hard-boiled 嘅。字面嘅翻譯咧，可以係硬派啦、冷硬啦，甚至乎中文翻譯常見嘅冷酷咧，都係可以係符合呢一個故事線嘅後面發生嘅事情嘅。咁而對比之下咧，世界末日咧，其實係反而係一個處處係相對於有溫度、比較溫暖嘅一條世界線啦。咁其實喺世界末日 Sekai no Owari 呢邊講嘅另一條嘅古仔咧，其實就會相對溫暖啲嘅。佢嘅古仔咧，大概就可以去總結為係咁樣嘅，就係男主角咧，又係以我嘅呢一個角度去進入咗一個叫做世界末日嘅世界啦。咁然後咧呢一個世界咧，其實就乜都冇嘅，但係就只有一座城鎮。咁呢一個城鎮咧係由一個好高嘅高牆咧去圍住呢一個嘅入邊嘅人啦。咁而男主角咧，如果想進入呢一個嘅城鎮咧，咁佢透過爬牆係冇可能嘅，因為就係呢一個城鎮係俾啲圍牆咧去好緊緊咁樣去圍住。如果要進入咧，就只可以透過正門，而看門人咧就會要求男主角去交出佢嗰個影子，
咁將佢剪咗個影子之後咧，交咗出嚟之後咧，佢就可以進入去呢一個嘅城入邊啦。咁入到城入邊咧，每一個人咧都係被編咗一個嘅職業係一定要去做啦。而男主角咧，佢嗰個角色咧，其實就係一個讀夢人啊，即係去解讀一啲嘅夢境啦。咁其實就係呢一個世界裏邊嘅圖書館咧，係入邊放咗好多嘅古老嘅骨頭啦。咁亦都只有男主角可以去透過呢啲嘅骨頭去解讀到夢嘅內容。而呢一個過程咧，就有一位圖書館嘅女性咧，就陪住男主角咧去做呢一份嘅工作嘅。咁基本上咧，喺世界末日嘅呢一條故事線裏邊咧，佢嗰個所有嘅角色咧，都係對男主角相對地友善嘅。包括咧就係去看守佢嗰個影子嘅人咧，亦都會去主動咁樣同佢講呢一個地方嘅一啲嘅資訊啦。咁又有嗰個圖書館嘅管理員咧去陪佢去讀夢啦，甚至乎佢喺想逃走離開呢一個城鎮嘅時候咧，就唔小心病咗咧，其實大家都去照顧佢。咁相對呢個嘅情況底下咧，冷酷異境嘅呢一個嘅故事線咧，其實就所有嘅角色咧都係對男主角咧係冇咁友善嘅。咁一方面咧就係有佢嘅計算士嘅對立嘅一班人咧，就叫做符好士咧，係去對男主角虎視眈眈啦。又背後又唔知有咩嘅陰謀咁樣，男主角係一頭霧水啦。咁然後佢自己嘅嗰個陣營咧，計算士咧，亦都係唔一定係男主角覺得信得過嘅。咁同埋咧，又有一班第三方嘅唔知係咩嘅人咧，就喺男主角接咗呢一個喺電梯裏邊去計算嘅工作之後咧，就突然間爆格。去衝入去男主角嘅屋企，同佢講完一輪嘢之後咧，就將全屋嘅所有嘢都打爛晒，包括一啲嘅威士忌啦。咁呢一個都係非常之深刻嘅，因為咧，其實村上春樹呢一個作家咧，佢本身咧都係一個曾經開過酒鋪嘅人啦。咁咧亦都係非常之中意飲威士忌嘅。咁佢就曾經寫過一個作品咧，就係叫做《假如我們的語言是威士忌》，咁就係去講係去蘇格蘭嘅一個島上面去飲威士忌嘅。咁咧就係喺呢一種嘅場合底下咧，村上春樹咧就好詳細咁列出咗男主角佢俾呢一班咁樣嘅三唔識七嘅人咧打爛咗嘅酒嘅品種咧，咁我亦都有好好咁樣抄低咗咧，打算咧係每一支都買嚟試下飲咁樣嘅。咁因為始終係村上春樹先生推薦嘅酒咧，咁應該都有一定嘅質素。咁翻去呢一個嘅冷酷異境嘅呢個故事線裏邊咧，就係其實係因為男主角作為計算士嘅身份咧，私底下接咗博士去計算呢一個嘅骨頭嘅一個工作咧，而被計算士去猜疑，被符好士呢一班人咧去盯上咗。最後咧就失去咗計算士嘅呢一個高薪嘅悠哉游哉嘅生活同埋工作啦，跟住要流落街頭啦。喺探索嘅時候咧，佢亦都去用唔同嘅線索去嘗試了解發生咩事啦。當中得知咧就係有一個叫做世界末日或者世界嘅終結嘅一樣嘢咧，其實係一個裝置嚟嘅。咁佢男主角淨係知道咧就不停咁樣時間倒數緊，剩翻36個小時，剩翻24個小時。由於佢哋男主角同埋嗰個女性嘅兩個人咧，都唔係好知係乜嘢咧，咁就覺得自己係為咗阻止世界末日咧，而去揾呢一個裝置同埋去解謎啦。咁但係其實事實上咧，嗰個真正嗰個謎底咧，就係其實男主角咧係一個實驗品嚟嘅，佢係一個叫做世界末日嘅裝置嘅一個嘅試驗品，就係咧嘗試咧將人嘅現實世界同埋佢嗰個潛意識分開啦。咁咧其實咧男主角亦都係一個失敗品啦。咁咧其實嗰個36小時、24小時嗰個時間嘅倒數咧，並唔係話到咗24小時之後咧就會世界末日，而係男主角作為喺冷酷異境呢一個嘅現實啲嘅世界裏邊嘅意識將會消失，
而轉入咗世界末日嘅呢一個嘅內心世界或者係潛意識嘅世界。咁其實咧，從啱啱嘅對於世界末日同埋冷酷異境呢兩條故事線嘅描述咧，其實可能都意會到村上春樹先生嘅暗喻咧，就係冷酷異境咧，其實就係一個相對現實啲嘅世界啦。而世界末日咧，其實就係一個內心嘅世界。咁咧，其實就係將呢一個嘅外在嘅客觀世界同埋內在嘅潛意識內心世界咧分開，而經歷咗成本書嘅呢一個嘅古仔嘅推進咧，喺嗰個故事嘅結尾咧，其實男主角咧係的而且確咧係從冷酷異境呢個現實啲嘅世界消失，而全心咁樣進入咗去世界末日。而即使喺呢一個世界末日裏邊咧嘅故事線咧，其實男主角亦都係放棄咗其他人，去專心自己嘅意識同埋潛意識嘅。如果用呢一個方法去分析呢個作品呢，其實就會見到村上春樹嘅佢嗰種消極嘅主義啦，同埋佢係其實喺個結尾裏邊呢，佢嘅意思係有少少係佢要放棄去理會現實世界發生嘅事，而專心喺自己內心嘅裏邊嘅。咁其實呢，村上春樹先生嘅呢一個嘅對於世界嘅隱喻呢，同埋嗰種文學嘅觸覺呢，亦都係好令人佩服嘅。因為佢就正正借咗一個咁嘅故事呢，去表達到俾大家聽呢，其實人嘅內心呢，同埋世界嘅外在嘅事情呢，係起碼係可以分離嘅。甚至乎村上春樹先生係採取一種完全唔理現世嘅態度，呢一個呢，都係一種佢自己嘅價值觀嘅取態。而之所以咧，村上春樹先生佢呢一個故事並唔係一個普通嘅故事，而係值得一提咧，其實就係因為咧，佢好敏銳咁樣去分析得到呢一種人，甚至乎係人群集體嘅一種嘅心理啦。而用村上春樹先生嘅呢一本小說嘅一個框架咧，其實係可以做到好多嘅文本嘅分析嘅。例如咧，一個日本嘅評論家雨夜常歡，佢就寫咗一本書咧，叫做 Little People no Jidai， 中文咧其實就係小人物的時代。咁喺呢一本書裏邊咧，雨夜常歡先生咧就用咗村上春樹嘅呢一個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嘅呢一個嘅主題咧，係去分析咗好多嘅其他嘅作品嘅。咁首先呢一個世界末日咧 Sekai no Owari 咧，其實咧就唔係講緊世界嘅完結，反而係講緊咧世界嘅盡頭。咁世界嘅盡頭係乜嘢咧？其實世界嘅盡頭咧就係人嘅內心啊。而喺冷酷異境 Hardboiled Wonderland 咧裏邊咧，雨夜常歡先生咧就見到咧嘅係男主角咧，其實對現實嘅事情，不論係符號式、計算式，定係成個古仔背後嘅陰謀咧，男主角咧其實成個過程咧都係一頭霧水，同埋其實都唔係好影響到成個古仔嘅。其實咧就滲透住一種嘅濃厚嘅無力感。所以咧，雨夜常歡先生嘅呢一本書嘅標題咧 Little People no Jidai 咧，其實就係講緊小人物的時代，就係講緊咧呢一個嘅文學作品裏邊嘅男主角，有一啲可以透過佢嘅行為去講到好多大道理嘅正義嘅朋友，好似超人咁樣咧，係變咗一啲嘅小人物。雨夜常歡先生用嘅字咧就係日文咧就係黐晒啦黐黐，就係一種小型嘅父性啦。咁呢度佢講緊嘅父性咧就係一種可以實踐自我，可以拎到自己想要嘅一種嘅特性啦。咁而小人物時代咧就係講緊呢一啲嘅文學作品或者嘅動漫嘅作品，甚至乎係特攝作品裏邊咧，佢哋嘅男主角咧係對於呢一啲嘅外在嘅事情，佢嗰個影響力係好細嘅。而呢種改變咧係好清晰咁樣反映咗喺00年代之前同埋00年代之後嘅一啲嘅作品入邊嘅。例如咧，以前嘅 Ultraman 咧，即係我哋中文翻譯做嘅超人咧。喺00年代之前咧，其實係一啲嚟自光之國嘅一啲嘅超人啦。咁佢係代表咗一種外在嘅大正義嘅。而喺00年代之後咧
Ultraman 咧，超人咧，其實就已經放棄咗光之國嘅設定，而係將 Ultraman 咧變成都係人類嘅嘢。即係咧，其實超人咧就唔係嚟自外太空嘅一啲嘅外在嘅存在，而係強調咗咧，其實佢都係一個人間體，佢係由人類去變身而成嘅。呢啲作品裏邊咧就會強調咗，其實呢一個男主角咧，其實佢自己都只係一個小嘅角色，而唔係一個大嘅正義。例如超人迪迦裏邊咧，其實就有一集咧，佢嗰個怪人咧，其實係一個人類，而且係有預知未來嘅超能力。佢咧就同呢一個男主角打賭，就係話你可唔可以唔用超人嘅力量去打低怪獸呢？如果你贏咗嘅話咧，我就會消失，唔再出現喺你面前；而如果你輸咗嘅話咧，我咧就會向全世界公開你係超人迪迦嘅身份。咁最後咧，男主角的而且確係試過用普通人類發明嘅飛機、激光等等嘅方法咧，都係冇辦法打贏怪獸嘅。咁咧，超人迪迦咧喺呢一個情況底下咧，即使係冒住俾人公開佢嗰個超人迪迦嘅身份咧，都係選擇咗變身嘅。咁最後就當然係用超人迪迦嘅力量打低咗怪獸啦。而其實嘅呢一個集數嘅嗰一個嘅反派咧，反而係認可咗男主角嘅行為，就係話佢係唔係自私，唔係怕自己嘅身份被公開，但係都會選擇以超人迪迦嘅身份咧去打低怪獸啊。而呢一個嘅反派點解會去同男主角打賭呢？其實呢，就係認為咧超人都唔係代表正義嘅，佢打怪獸嘅期間呢，其實都會造成咗對唔少人嘅傷害，同埋造成咗好多財產嘅損失，而喺度質疑超人嘅正義。而另一套我都好中意嘅超人作品呢，超人 Nexus 呢，就更加係出現咗呢一個地球防衛隊用飛機去攻擊呢一個來歷不明嘅超人嘅呢一個嘅經典嘅場面啊。而呢一套超人 Nexus 嘅第一代男主角咧，其實只係一個性格比較憂鬱嘅一個嘅戰地記者，覺得咧超人嘅力量咧，其實係折磨緊佢，係一種對佢嘅報復。而最反映到呢一種嘅小型嘅負性咧，其實就係另一種嘅特攝作品咧，就係叫做蒙面超人，或者日文叫做 Kamen Rider， 當中可以反映到嘅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嘅呢個心理框架咧，係會更為明顯嘅。宇野常寬先生咧就將成個平成年代嘅假面騎士嘅系列咧，逐一套咧都係分析咗嘅。咁佢咧就由一開頭嘅 Kuuga、Akito 同埋 Ryuki 三套咧，就慢慢逐套講咧，就去到假面騎士 W 啦。咁其實就包括咗平成年代嘅舊平成10年同埋新平成10年嘅第一套假面騎士 W 咧，全部都係用呢一個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咁樣去拆解嚟分析嘅。咁佢分析嗰個核心咧，其實就係講緊咧喺昭和年代，即係平成年代之前咧，嗰啲嘅假面騎士，例如係假面騎士1號啦、假面騎士2號等等啦，佢哋嘅變身同埋正義呢兩樣嘢咧，都係同00年代後嘅假面騎士有好大嘅分別嘅。以昭和年代嘅 Kamen Rider 為例咧，宇野常寬先生就認為咧，呢一套作品咧喺70年代嘅出現咧，其實就係喺一個講唔到大正義嘅一個時代底下咧，去夾硬咧係要創造一個商業化嘅正義嘅角色，用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嘅框架去分拆嘅話咧，其實呢一個係一種世界末日嘅嗰一邊嘅心理嘅描寫。而宇野常寬咧就好銳利咁批判咧，其實呢一套作品嘅出現咧係一種自戀式嘅描述。換言之咧，其實係一種心理上嘅自我感覺良好，並且將呢一種嘅感覺咧去商業化。宇野常寬先生咧亦都講到咧，其實係可以將呢一個假面騎士嘅變身咧視為一種係世界末日嘅呢一個心理嘅呢一邊嘅一樣嘢。而喺假面騎士即係假面騎士1號嘅呢一套作品裏邊咧，其實就係反映咗一種戰後即係2次世界大戰之後嘅戰後嘅日本咧，係需要去用一樣外在嘅皮套去遮蓋自己嘅嗰個嘅傷痕咧，所以先至有一個好似面具咁樣嘅嘢咧，去將成個人遮住咗，就變成一個皮套。而
而喺昭和年代嘅呢一個嘅假面騎士呢，佢嘅正邪觀呢亦都係好直接明了嘅，就係呢假面騎士入邊嘅惡人組織呢，收卡呢其實就係一個專整啲怪獸出嚟想征服世界同埋維護人類社會嘅呢個咁簡單嘅動機，令到呢假面騎士去討伐呢一啲嘅惡人呢，其實佢嗰個正邪呢係幾乎變得無可質疑嘅。用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呢個框架去分析嘅話呢，呢一種自戀嘅心態呢，就係可以放喺世界末日嗰邊，而呢一個惡人組織收卡同埋假面騎士嘅正義與否呢，就係放喺冷酷異境嘅嗰一邊嘅，即係關於新嘅正義同埋邪惡嘅一種描述。而雨夜常歡先生呢，其實亦都用同一個框架呢去對比昭和年代嘅假面騎士同埋平成年代嘅假面騎士。平成年代嘅假面騎士呢，其實就係00年代之後呢，以 Kuuga 為第一套嘅作品，去到假面騎士時王為最後一套嘅呢20年嘅呢20套作品。雨夜常歡呢就講到呢，例如平成年代嘅其中一套最高人氣嘅作品假面騎士電王呢，佢喺世界末日同埋冷酷異境，即係關於變身同埋正義嘅呢兩個主題呢，都係有咗好大嘅變化嘅。例如喺世界末日嘅呢一個變身入邊呢，相對於昭和年代嘅假面騎士呢，喺假面騎士電王裏邊呢一套嘅主角呢，由佐藤健飾演嘅涼太郎呢，佢嗰個變身嘅目的呢，其實唔再係去遮蓋自己嘅傷痕嘅，反之呢，其實喺呢一套嘅作品假面騎士電王裏邊呢，佢個設定呢，其實就係男主角如果變身嘅話呢，係一個非常之弱嘅弱雞嚟嘅，佢必須要透過4個異魔神，亦都係日文嘅Imagine，去不停咁樣去上佢身呢，先至係可以發揮到戰鬥力。而上佢身嘅呢一個過程裏邊呢，涼太郎幾乎係冇保留呢一段時間入邊嘅記憶嘅。換言之呢，其實佢係用佢自己嘅身體呢，完全接納咗一啲唔屬於佢嘅意識。當中就包括咗4個嘅唔同嘅意識咁樣。故此可以觀察到咧，呢一個嘅假面騎士電王咧，佢個變身咧，其實係一種開放性嘅，而唔係去掩蓋自己嘅傷痕。換言之咧，喺假面騎士電王入邊，佢嘅變身咧，其實係有一種開放性嘅，亦都即係話咧，呢一套作品咧，其實就對於呢一個變身呢一樣嘢咧，係進行咗再定義。而呢一套作品咧，喺冷酷異境嘅呢一邊咧，基本上咧，關於正義與邪惡嘅呢一個再設定呢，喺呢一套作品裏邊亦都係被完全放棄咗嘅。因為咧，電王嘅對手呢，係一啲異魔神啦，亦都係作為怪人嘅 Imagine 呢，亦都係英文嘅 Imagine 嘅呢個字嘅諧音呢，佢哋每一集嘅每一個敵人呢，佢嗰個動機呢，都係非常之唔清晰嘅。呢一啲怪人咧，係不停咁揾一啲嘅普通人去附身咧，然後就話我可以幫你達成呢一個夢想，但係往往咧，佢講出咗呢一個夢想之後咧，個怪人咧又會用一個好奇怪，甚至乎係反效果嘅方式去實現，最後又係會變咗呢一啲嘅 Imagine 咧，透過人類作為媒介咧，喺時光上面穿梭翻到去過去，到處咁樣破壞，而男主角咧，電王咧就透過時間列車 Denliner 咧，就揸翻去過去咧，去消滅呢一啲嘅翻到過去嘅 Imagine。喺假面騎士平成年代嘅系列咧，我認為最反映到村上春樹講嘅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咧，其實就係一套叫做假面騎士 W 嘅作品啦。咁故事咧，其實就係講緊一套偵探社嘅古仔啦。而呢個偵探社咧，係一個虛構嘅都市，就係叫豐都入邊嘅。呢一套作品嘅男主角有2個啦，一個咧就係戴住一頂帽去做偵探嘅長太郎啦，而另一個咧就係菅田將暉飾演嘅 Philip。咁佢嘅角色咧就係喺嗰個偵探社入邊嘅地庫咧，係透過佢嘅特殊能力，通過呢一個嘅世界入邊嘅Gaia Library， 亦都即係地球嘅蓋亞圖書館咧，透過一啲長太郎揾翻嚟嘅關鍵字，去做好似搜尋引擎咁樣咧，去揾所有嘅資料嘅，並且用呢一啲嘅資料去破案啦。
咁呢一套嘅作品裏邊咧，亦都不停咁樣講咧，長太郎咧係一個唔係好成熟嘅人，而 Philip 咧就係有一種讀取到資料嘅心理能力。關於長太郎嘅刻畫咧，呢一套作品亦都故意將長太郎咧係加入咗一啲嘅喜劇嘅元素，去反映咧其實佢係一個唔係好靠譜嘅人啦。而呢一個咧，亦都係同呢一個嘅偵探社嘅上一手嘅社長咧，明海莊吉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對比嘅。明海莊吉咧，亦都即係假面騎士 Scaru 嘅一個嘅變身者咧，係一個形象上係80年代嘅嗰種好硬派，亦都係所謂好 hard-boiled 嘅嗰種嘅偵探啦。而長太郎咧係反映咗一種嘅好吊兒郎當嘅一種嘅形象，但係咧口裏邊咧就不停咁話自己係一個硬派嘅偵探，好明顯咧就係好嘗試咁樣去模仿以前80年代嘅嗰一種嘅硬派嘅偵探，但係做唔到嗰個效果出嚟嘅一種半桶水啦。喺故事入邊咧，長太郎同埋 Philip 兩個人咧係都要各自用佢嘅記憶體去進行變身咧，兩個人合而為一咧，先至可以成為到假面騎士 W 嘅。喺劇情嘅大部分時間咧，如果係只係其中一邊咧，係冇辦法可以變身到嘅。而呢一個假面騎士 W 咧，喺佢最正常嘅形態底下咧，就係一邊係黑色，一邊係綠色，就反映咗兩個人。而具體嘅操作咧，亦都係長太郎或者 Philip 任何一邊嘅意識咧，係會去咗另一個人嘅嗰個身體嗰度咧，係去戰鬥嘅。呢一套作品咧，就嘗試將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咧兩個合而為一，但係咧合而為一咧又係一個分割嘅一個狀態。喺呢一度咧 Philip 咧，因為佢係一個可以讀到記憶嘅人啦，就好似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入邊嘅世界末日嘅我去讀夢一樣咧，係反映咗心理嘅一邊。而長太郎咧，佢作為一個出外嘅偵探咧，亦都係反映咗冷酷異境嗰種 hard-boiled 嘅呢一種偵探嘅主題咧。去到故事嘅最後咧，其實就會觀眾就會發現咧，呢個 Philip 其實已經係一個純粹嘅記憶體，而唔係一個人嘅身份。佢只係一啲記憶嘅數據，係一種純心理嘅一種嘅存在。而去到故事嘅最後咧，Philip 咧亦都係消失咗嘅，咁就得翻長太郎一個喺呢一個冷酷異境裏邊繼續做佢嘅偵探。同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嘅小說原文去作比較嘅話咧，假面騎士 W 咧反而係一種咧，雖然係半吊子，雖然係半桶水吊兒郎當，但係都要努力咁樣喺呢個現實世界裏邊活着嘅一種思想。而呢一套作品裏邊咧，其實 Shotaro 咧即係長太郎咧，亦都係不停咁樣被叫做一個 half boy 咧，就意思上咧係半個男人啦，亦都係同 hard-boiled 咧呢一個咧係有個諧音，就去反映咧，其實假面騎士 W 呢一套咧係一種唔成熟嘅父性，亦都即係啱啱講嘅小人物，或者係日文講嘅黐晒啦黐枝。如果冇村上春樹嘅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嘅呢一個文本去對讀假面騎士 W 咧，就可能會覺得假面騎士 W 咧係一套冇乜特別意思嘅一套嘅作品啦，只係蒙面超人打怪獸咁樣。但係如果配合村上春樹嘅呢一個文本去分析嘅話咧，就會見到其實係一種反映到呢一啲深層次嘅寓意嘅一套作品。呢個亦都反映到咧，用一個文本去分析其他呢啲文本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技能啦。因為呢個正正就係一科叫做 liberal arts 嘅一個學科咧，可以俾到學呢一科嘅人嘅一個能力，就係你透過一個抽象嘅故事裏邊咧，佢唔一定係俾一個直接嘅答案你，佢可能只係俾一啲嘅隱喻、一啲嘅暗示、一啲嘅預言、一啲嘅寓意，你就可以透過將呢一啲嘅故事去思考，歸納出呢一啲嘅寓意咧，然後好意想不到咁樣放喺一啲適合解決你目前嘅問題嘅一種嘅技藝嚟嘅。而其實村上春樹嘅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嘅呢個框架咧，亦都可以放喺一啲解決現實問題裏邊，例如我哋節目一開頭提到嘅生產力嘅呢一個問題。因為人咧其實係可以去分為內心世界嘅自己同埋物理世界嘅自己咁樣去分析嘅。
就好似咧周星馳嘅喜劇之王裏邊咧，佢就作咗一句唔存在喺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嘅演員的自我修養嘅呢本書入邊嘅對白咧，周星馳咧就係咁講嘅，就係話痛咧係應該由外去到內，再去翻外嘅。咁呢一個咧，其實就係將外同埋內，即係人類嘅外在同埋內在咧分開咗嚟講。而呢一種由外去到內，再去翻外嘅呢一種嘅諗法咧，其實喺生產力嘅世界裏邊咧，亦都係有人咁樣講過嘅。咁我之前就睇到本書咧，就叫做《從此不加班的 IPO 工作術》，IBM 前首席顧問教你15分鐘完成1小時的工作。咁呢一度嘅 IPO 咧，其實就係3樣嘢嘅簡稱嚟嘅。個意思咧就係 input、process 同埋 output。個意思咧就係話咧，其實人咧喺接觸外界裏邊咧嘅信息咧，其實係有3個步驟嘅。第一個咧就係輸入啦，第二個咧就係將輸入到嘅資料要整理啦，第三咧就係將整理到嘅資料咧再輸翻出去外邊嘅。而呢一個框架之所以有用咧，其實佢就好強調咗咧，一個人喺接收外界信息同埋自己嗰個人對呢一種外界接收翻嚟嘅信息嘅睇法咧，係2種可以分開嘅嘢嚟嘅。換言之咧，即係話其實人哋講咧，我又唔一定要聽嘅。人哋講完之後咧，我都要作一個自己嘅思考。而呢個咧就可以體現喺我哋接收外界嘅自我嘅系統裏邊咧，係要將接收信息同埋自己去消化呢一啲信息去分開。咁如果用呢一個框架去思考接收資訊來源嘅呢個問題咧，其實咧就係首先咧，我哋係要選擇咗啲信息嘅來源，即係話咧喺 input 嘅時候咧，我哋就要選擇咧 input 啲乜嘢。咁我咧就認為咧，其實即使信息嘅來源唔同，可能都會有一啲重要嘅資訊，但係唔同嘅資訊嘅來源咧，佢哋都會有一個效率上面嘅分別嘅。例如我就會認為最好嘅資訊來源當然係一啲親身嘅一手嘅資訊，一啲親身嘅經驗啦。我哋可以透過一啲自己接觸到嘅一手資訊去歸納出只有自己發現到嘅規律。呢個亦都係點解咁多人會去做研究、做實驗、做 research 嘅原因。而同樣係高順位嘅一啲嘅知識來源呢，可能就係與同其他人嘅交談入邊嘅過程呢，去攞到嘅資訊，並且去歸納出嘅一啲嘅道理，去鑽研出嘅新嘅發現。喺呢個之後呢，書本、論文、一手文件、podcast， 甚至乎係一啲長嘅課程類影片呢，佢哋都係會有一啲好濃縮嘅高濃度嘅一啲嘅資訊呢，會令我哋有一啲好高效率嘅資訊接收嘅。咁相反地，有啲乜嘢係可能係低啲嘅效率嘅資訊接收呢？我就會認為例如短嘅影片呢，即係可能係 YouTube Shorts 或者 Instagram 嘅 Reels 呢，就會係一啲唔太好嘅資訊嘅接收來源。點解咁講呢？就係呢，我哋成日講呢，有一種嘅行為模式呢，就係叫 mindless scrolling， 就係呢冇意識咁樣去瀏覽一啲嘅資訊。咁樣呢，點解呢？就係呢，有啲人呢係會因為呢啲嘅影片，甚至乎係一啲嘅社交媒體嘅文章啦，嗰啲信息嘅牆上面咧，因為呢啲嘅短片或者嘅呢一啲嘅貼文咧，都係一啲好短嘅內容啦。咁我哋就會好無意識咁樣不停咁碌，不停咁碌，咁不停咁碌咧，就有一種類似上癮嘅反應咧。然後咧就不停咁樣去睇，不停咁睇。但係咧呢一啲嘅片裏邊咧，好多時候又可能係一啲冇營養嘅資訊，或者只係追求啲官能嘅刺激。而之所以有呢個現象咧，就正正係因為媒體嗰個嘅分別，就係因為佢嘅呢一個媒介，呢一個 media 咧，佢係限定咗係要好短嘅時間之內咧，就吸引到讀者或者睇嘅人嘅一啲嘅專注力咧，而佢必須要咧，可能就會造成咗一種嘩眾取寵，或者係用官能刺激去麻醉嗰個睇嘅人，而唔係俾到啲真嘅知識或者資訊嘅。相反地咧，如果係一啲自己親自做事情嘅一啲經歷，甚至乎如果係睇書嘅話咧，因為嗰個牽涉嘅時間係長，我哋會去主動咁樣有意識咁樣去篩選同埋處理資料
嘅機率咧就會遠高於呢啲嘅短嘅影片啦。因為咧睇呢啲短影片咧，好多時候因為時間短咧，所以就係一種被動嘅接收資訊，甚至乎咧就會變成咗手機嘅成人，浪費咗好多時間咧，而冇真正嘅效率。例如 podcast 類嘅呢一啲嘅節目咧，其實都係一種可以用嚟做被動嘅學習嘅一種嘅好嘅媒介咧。就有人提倡過咧，其實 podcast 咧係可以喺屋企裏邊咧用電腦播咧背景咁樣播16個小時，然後咧就校係一個70分貝到嘅聲浪啦。咁咧就去做事情嘅時候咧，即係要做其他自己要做嘅嘢，例如工作啊或者學習呢啲內容咧，喺背景播咧，我哋就會發現我哋喺潛意識嘅裏邊咧一路聽咧，其實已經係記得咗呢啲 podcast 嘅內容，亦都唔使驚咧係 miss 咗啲咩重要嘅資料，因為咧我哋係可以透過重複播同一個 podcast，佢重複得多咧，咁我哋就唔會漏咗一啲嘅重要嘅資訊咁樣。之所以選擇呢一個輸入嘅媒介係咁重要咧，就正如柏拉圖咧喺佢嗰個年代裏邊咧，其實本身咧呢一個知識嘅傳播咧都係透過口述，係口頭去講嘅。而當文字嘅出現嘅時候咧，其實柏拉圖咧亦都質疑過文字咧係唔一定會反映到講嗰個人嘅嗰個嘅心態、心理或者情緒咧，咁係同埋咧係因為係文字咧係會有演繹嘅部分咧，係會令人曲解咗嗰個講者嘅意思，而且咧因為唔係一個 conversation 咧，係冇 Q&A 啫，冇得不停咁樣問、不停咁答咧，係會令到讀者可能曲解咗呢啲文字嘅意思。咁雖然咧我哋當下嘅社會已經主要係用文字去做大部分嘅信息嘅交流啦，咁但係咧柏拉圖嘅呢一個對於資訊嘅媒介嘅呢一個嘅傳播嘅選擇同埋影響咧，亦都係不無道理嘅。咁呢個咧就係input process output 裏邊 input 嘅一步啦。咁下一步咧就係去到 process 啦，就係話咧我哋接收咗外界嘅資訊之後咧，其實我哋係應該要有一個過程係去自己咁樣去整理一啲接收到嘅知識，因為咁樣咧先可以形成到我哋自己嘅思維嘅系統嘅。而我咧就會用緊2個嘅軟件咧去幫助自己去做呢一個嘅 process 嘅一個嘅過程嘅。佢哋分別咧就係 Notion 同埋 Logseq 啦。咁 Notion 咧其實就係一個都依家咧都好 popular 嘅一個嘅工具嚟嘅。咁其實咧佢就係一個筆記嘅軟件啦。咁咧係去俾我哋好大嘅自由度同埋創造度咧，係去整理我哋唔同嘅接收到嘅資訊嘅。佢嘅功能咧就包括有一個 block 啦。即係一個點咧，就係每一句句子或者每一個段落咧，你就可以放佢喺一個 block 嗰度，而足夠地多嘅 block 咧，你就可以將佢歸類喺唔同嘅 page 嗰度，甚至乎咧有第3種嘅功能模式咧，就係叫 database， 咁就似係一個大型嘅 Excel 表或者係大型嘅一個嘅表格咧，係可以供你咧去落唔同嘅 text 啦，或者係將唔同嘅資訊咧係整理喺唔同嘅表嗰度嘅。咁 Notion 咧，其實咧，我認為佢嗰個最大嘅特點咧，雖然好多人咧係會將 Notion 咧係變成一種嘅主要嘅筆記嘅工具咧，但係我就會認為咧，其實 Notion 咧佢嗰個主要嘅好處咧係在於輸出到一啲我已經有嘅資訊，因為咧 Notion 咧係可以將呢一啲嘅 block pages 甚至乎 database 嘅資訊咧直接轉換成為一個網頁嘅，而且咧好多人去用 Notion 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咧佢嗰個排版咧其實相對地美觀啦，可以好簡單咁樣放到自己嘅插圖，放到 emojis， 而且咧係可以用表格嘅方式咧係去整理一啲好多大量嘅文字。而我自己主要用 Notion 咧就亦都唔係一個主要嘅筆記工具，而係可能係一啲嘅已經有嘅 ideas 嘅形成咗啦，咁就會放喺 Notion 嗰度去做一個執行嘅工作。例如咧，因為之前我哋嘅節目咧就提到咗番茄鐘工作法啦，即係話咧每工作25分鐘或者更加多嘅時間咧，就會休息5分鐘或者更加多嘅時間，視乎
工作咗幾多，休息咗幾多呢？咁 Notion 咧就係一個好方便嘅工具咧，就係你可以喺嗰個番茄鐘工作法嘅呢個頁面裏邊咧，去放2個計時器嘅 widgets， 咁咧你就會可以好清晰咁計到自己係用咗幾多分鐘去做嘢，用咗幾多分鐘去休息，並且咧你可以喺呢一個 widget 下邊咧就放一個 database， 咁咧就去記錄翻你喺呢25分鐘或者45分鐘裏邊做咗啲乜嘢，甚至乎咧你呢一日裏邊咧做到啲乜嘢咧，你都可以喺呢個 database 裏邊咧以一個好清晰嘅方法去寫到出嚟嘅。咁我自己咧，亦都會用 Notion 咧，除咗去做呢一個番茄鐘工作法嘅計時之外咧，就係會用一個 Tim Ferriss 喺佢嘅 podcast 節目裏邊曾經訪問過嘅一個 life coach 叫做 Matt Mochary 咧，咁佢咧就提到一個叫做 energy audit 嘅方法，咁咧就係將每日嘅做過嘅事情列出嚟咧，並且用紅、黃、綠3種嘅顏色去標注，去睇下咧呢一件事咧係會令我嘅能量消耗咗啊，對我嘅能量冇乜分別啊，定係會增加我嘅能量呢？咁例如咧，我自己咧就會覺得咧，去食好嘢，食燒肉咧，係一個對自己能量去增加嘅嘢。但係例如咧，去碌手機，去碌啲短嘅影片咧，其實就係一個對我能量會消耗嘅嘢。咁咧係應該避免嘅。咁長遠而嚟咧，我哋係應該增加自己嘅綠色嘅能量嘅事情啦，而去減少一啲會消耗我哋嘅能量嘅事情嘅。咁咧就係正係咧 Notion 咧令到呢一啲嘅我哋可以執行嘅一啲嘅思維模型或者生產力嘅工具咧係可以執行到嘅。而且咧 Notion 咧係一個 cloud base 咧係雲端嘅功能咧，係可以同一個戶口咧就喺手機、網頁同埋平板電腦咧唔同嘅平台咧都會直接開到嘅，只要用自己嘅賬戶去登入咧就會做到。而啱啱提到嘅另一個咧，我會用嘅最近會用嘅一個嘅筆記軟件咧就係 Logseq， 咁就係 LOGSEQ 啦。咁咧其實佢就真係一個以 Markdown language 俾我哋用 point form 嘅形式去記錄自己嘅輸入咗嘅資料嘅一個好嘅工具嚟嘅。我就會認為 Logseq 相對於 Notion 咧，就係咧 Notion 其實 Logseq 係一個相對方便我哋去處理輸入咗嘅資訊嘅一個工具啦，而 Notion 咧係一個主要我會用嚟做輸出嘅一個工具嚟嘅。Logseq 咧其實咧就係有2種嘅主要嘅模式咧，第一個係日誌嘅模式咧，就係咧 journal 咧，就係你會按你嘅嗰條筆記嘅嗰個嘅時間咧順序咧，按每一日咁樣鋪排咧，就去放你嘅 ideas 入去。而page 嘅模式咧，就係咧，當你發現咗某一個字咧係一個可以開到做 page 嘅資料嘅時候咧，咁你就可以用2個中括號咧將嗰個字跨喺佢，咁就變成咗一個 page。而 Logseq 嘅最主要嘅功能咧，就係當你用呢一個2個中括號咧去整咗個 page 之後咧，你就會喺佢自動生成嘅一個嘅 mind map 咁樣嘅一個 graph 咧，係可以見到你唔同嘅一啲嘅 page 之間嘅關係。就係咧呢一啲嘅 page 之間咧，其實會有一個叫做雙向鏈接，一個 double link 嘅一個功能咧，就係你可以將唔同來源嘅分散嘅諗法咧整合到一個地方，去建立一啲新嘅聯繫。咁啱啱就講過咧，就喺 journal 嘅一個 page 裏邊咧，我哋就會喺每一點嗰度咧，可以寫到一啲分別嘅諗法啦。咁我哋就會可以將呢一啲嘅資訊嘅來源咧，每一個資訊咧，每一個句子咧，去放一個 hashtag。咁呢啲 hashtag 咧就會喺嗰個 graph 嗰度顯示，並且如果你係開同一個 hashtag 嘅 page 咧，你就可以喺一個頁面裏邊去睇晒你成個資料庫裏邊嘅同一個 hashtag 嘅內容。例如如果你曾經睇過2本唔同嘅書咧，係去講自由市場，然後咧你就喺自由市場嗰度落咗個 tag 嘅，咁咧你開自由市場咧，你就會直接睇到呢2本書都有講自由市場，並且咧係呢2本書嘅內容咧嘅，即係落咗 tag 嘅嗰一句咧，都會直接睇到嘅。並且咧喺 graph view 上邊咧，你就會見到咧喺嗰個思維模型，即係思維導圖上邊咧，係嗰個自由市場嘅 tag 咧係會楞住咗嗰2本書嘅唔同嘅書名咧，你就會可以喺圖上面咧就已經見到
佢哋係有一個咁樣嘅關係，就係佢哋都提到咗同樣嘅內容。而當我哋嘅關鍵字，我哋嘅嗰個嘅 hashtag 咧落得多咧，我哋就會見到一個好龐大嘅關係網，甚至乎咧係一啲我哋當下係唔一定係諗起有呢個聯繫嘅一啲嘅資訊咧，我哋都可以透過呢個 graph view 咧去睇到佢哋關係。而我睇咗嘅其中一本書咧就係叫做 X-Diet 嘅打造超人學習咧，佢呢本書裏邊咧其實就提到咧可以用 Logseek 作為一種睇書嘅工具。換言之咧，即係話我哋會上網買咗一個電子書嘅 PDF 啦，跟住然後咧就將嗰本書嘅關鍵嘅句子 copy and paste， 然後 copy and paste 咗喺 Logseek 之後咧，我哋就再按自己嘅理解對呢一啲嘅金句咧去落 hashtag。咁 hashtag 落得多之後咧，我哋就可以好似一個網絡咁樣咧，去整理到大量嘅資訊，去從中咧係去整理出自己嘅思想出嚟，係去方便我哋去形成唔同嘅諗法。咁我自己咧其實咧就 Notion 同埋 Logseek 咧兩個嘅軟件咧都係 keep 住咁樣用嘅。咁兩個咧亦都係有佢唔同嘅功能同埋唔同嘅好處啦。咁呢個咧就係關於 processing 啦。咁最後咧就係output 啦，即係喺 input process 同埋 output 咧裏邊就係講咧，其實我哋可以接收到好多資料同埋處理咗好多資料啦，但係其實重要嘅一步亦都係咧，我哋可唔可以將呢一啲我哋學翻嚟嘅資料去學以致用去輸出到咧？因為咧其實 output 咧亦都係一種最好嘅學習嘅方法。例如咧費曼學習法咧呢一個方法就會話我哋去真正掌握到學到嘅知識嘅方法咧，就係將我哋有嘅知識，啱啱學翻嚟嘅知識，用最簡單嘅語言去嘗試去教識俾另一個人聽嘅。咁我近排咧亦都睇咗一本叫做 Ali Abdaal 嘅呢個作者嘅 Feel Good Productivity 裏邊咧，亦都曾經提到咧，就係話，即係雖然我哋對於某一樣嘢咧，可能唔係好叻，可能唔係好識啦，但係起碼我哋可以透過去輸出俾其他人聽咧，去作為一種 guide。佢嘅原文咧就係話 You don't need to be a guru, you can just be a guide。即係話咧，即使我哋可能唔係某一個知識嘅領域嘅一個大師啦，唔係一個智者咧，但係起碼我哋可以略書幾件，可能咧係會對一啲對呢個 topic 認識更加少嘅人咧，係作到起碼一個嘅guide， 即係一個好似導遊咁樣嘅角色啦。咁其實輸出嘅方式都有好多嘅，例如有啲人咧就會將學到嘅嘢去學以致用啦，直接用喺自己嘅嗰個事業上邊。例如蘋果嘅創辦人 Steve Jobs 咧，佢就係因為喺大學咧學過西洋書法嘅一個嘅lecture 咧，咁當然就唔係佢去 enroll 咗去呢個 course 入邊啦，佢係去旁聽啦。咁然後咧就將呢一種嘅西洋書法咧放咗喺 iPhone 嘅 font 上面咧，令到 iPhone 咧係睇落嗰個面板咧係睇落係靚啲嘅。咁除咗呢一種學以致用嘅方法之外咧，我哋都可以用唔同嘅渠道去輸出，例如去寫一啲 blog post 啦，去整 YouTube 片啦，甚至乎好似我咁樣去錄 podcast 啦。等等嘅方法咧，都係一啲好嘅輸出嚟嘅。咁咧就係因為咧，其實如果我哋學到嘅知識咧，我哋唔去學以致用，我哋唔去輸出翻出嚟咧，其實輸入個意義咧，可能就會冇咁大。咁所以呢個咧就係 input process output 嘅工作法。而如果我哋可以建立到以 input process 為 output 作為基礎嘅一種嘅工作系統咧，或者嘅一啲思維嘅模型咧，其實就可以令到自己個人喺心理上面咧，係同外界咧，其實有一種疏離感，有一種嘅所謂嘅鈍感力啦，即係唔會有一種過大嘅一種嘅應急嘅反應嘅。因為咧，如果人喺接收資訊同埋去思考呢個資訊咧，兩樣事情係同樣咁樣嚟咧，我哋就會好容易咧令到我哋個思緒混亂。當中可能會有情緒或者係一啲邏輯上面諗唔通嘅嘢咧，就會同呢一個嘅輸入嘅過程咧係翹埋咗一齊，係效率係唔會太大嘅。但係如果我哋將輸入同埋處理呢一啲嘅資訊呢兩個步驟分開嘅話咧，我哋可以反而咧就唔會當下受到情緒嘅影響，可以將時間拖長咁樣咧係去好處理呢啲外界嘅資訊。咁呢個咧
係會對於我哋嘅生產力呢有好處。咁呢個呢，就係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與生產力嘅全部內容啦。感謝你嘅收聽，本節目內容不構成法律意見，如有疑問請與專業人士查詢。